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一姐。一姐，我上礼拜去客庄买了茶油，而这个茶油哦，它不但是能够提香，而且加入菜里面呢也非常美味哦。说到茶油，就是茶油。茶油其实是在客庄里面非常常见的养生调味料。像我最爱的一道客庄料理就是茶油炒饭。炒饭就是炒饭了，它真的非常美味哦，而且做法也很简单。它只要先把茶油呢先加入锅里面爆香，接下来呢只要按照蛋炒饭的程序炒就行喽。而且别忘了上桌之前呢，一定要给它再滴上几滴的茶油才够味哦，保证让你一碗勾一碗。碗就是碗了哦，真的非常好吃。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茶油炒饭超级香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茶油炒饭托地香，茶油炒饭托地香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你一块来品尝这一道虽然很平凡，但是味道不平凡的料理。香莹，茶油买了没？买了。妈妈，你在弄虾子哦？对啊。阿姨，你要做茶油炒饭哦？阿姨做的茶油炒饭超赞的耶！准备去洗手，待会吃饭喽。好。来吃一碗。这一碗不够，我觉得这真的会让人一碗够一碗。超级无敌美味的。对呀，它不只是当地人很喜欢哦，连观光客也非常爱这道料理呢。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你的客家话哦。首先就是这一道茶油炒饭不能够少的茶油。茶油真的非常的香哦，茶油就是茶油了，而茶油炒饭呢，真的不要错过，炒饭就是炒饭，炒饭就是炒饭了。而这样的茶油炒饭，保证你呢吃起来是一碗够一碗，碗就是碗了，没错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最后的这一句话呢，也就是茶油炒饭超级香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茶油炒饭托地香，茶油炒饭托地香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您品尝了这一道超级美味的茶油炒饭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